好，来继续来看全台湾的庙事，为着要来配合着中央的防疫政策，拢禁止着信众进入庙内。台中大甲镇南宫都特别伫头前的大庙埕来搭这个平仔架，请出着妈祖的形象，互民众会当近距离来参拜。而这个场外嘛来实施着实联制，嘛因为即摆疫情紧张，所以来参拜的人潮减真多。这个庙是4箍练等的摊商，即摆讲拢无啥生理。 民众徛伫庙埕，手举清香虔诚参拜。大家镇南宫因应中央防疫政策，禁止信众入去。为庙内即时影像会使看到难得无人的情形。庙方嘛特别伫庙埕搭布棚，嘛头一摆将妈祖的神尊请出来到庙埕的神道顶，互民众近距离参拜。毋捌看过吧？嘿啦，啊当然是一切拢是安全优先啦，嘿啦。这样对大家都比较安全啊。怎么说？哎呀，这样子大家会比较保持距离啊，然后这样空气也比较好啊。庙方嘛规划实联制，并且要求信众都要量体温、挂喙安，并且消毒后，才会使来这参拜。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尽量也是最近也是不要到庙里来。我们也要求大家有心就好在家里也可以自己用在网络看镇南宫这样来拜拜也可以。嘛，因为参拜的人超够多，边的摊贩拢做无生理，连平常连一般都不到了。对啊，整个游客其实大家也很自觉啦，都知道不要随便外出哦，所以在外面游玩参拜的人一定是少很多。对对对。现在我们生意做，它剩下1成而已啊。为了配合中央防疫，讲起来嘛是无法度的代志。